天文台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我哋將會同大家分析下掛8號風球嘅機率同埋時間，以及掛更高風球嘅可能性。紅霞已經增強為颱風，並進入香港400公里範圍。由衛星雲圖可見，佢發展成熟，正喺度發展類似風眼嘅結構。受惠於極高嘅海水溫度、偏低嘅垂直風切以及良好嘅高空輻散，紅霞仍然會繼續增強至接近強颱風級別。喺路徑方面，各官方氣象台同埋電腦模式都繼續預料，紅霞將會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，喺汕尾以西至惠州一帶登陸，喺香港100至120公里左右掠過。我哋現時評估，天文台發出8號信號嘅機會係中高，紅霞嘅登陸位置已經大致確定喺香港100公里左右。雖然東登會大幅削弱風力，但係紅霞嘅烈風圈仍然可以覆蓋到香港。加上部分模型預料，紅霞喺登陸之後會再喺香港北面近距離掠過。風暴南面嘅環流配合埋西南季候風，就會令到香港吹地形屏蔽極低嘅西南風，所以香港廣泛吹烈風嘅機會係頗高㗎。而按照現時預測，今晚嘅7點至8點左右，紅霞就會進入香港嘅200公里範圍。但係由於紅霞嘅環流偏細，加上有地形屏蔽，嗰個時候嘅風力未算大。入夜之後10點至12點，紅霞嘅核心環流就會開始影響香港。加上香港會開始受到核心雨帶影響，風力就會大幅提升。因此我哋預料8號風球會喺今晚嘅7點半至11點半之間發出。紅霞喺凌晨3點至4點登陸之後，由於佢仍然會喺內陸向西北方向移動，同香港維持100幾公里距離，預料8號信號將會維持至聽日嘅正午前後幾個鐘頭。而9號同埋10號風球係需要香港受到颶風嘅威脅先至會發出，除非紅霞係採取偏西路徑喺西貢以西喺香港本土登陸，否則發出更高信號嘅可能性係較低㗎。而喺香港嘅風雨影響時間方面，今晚入夜後風力會大幅提升，開始落起狂風大暴雨。星期日嘅凌晨至清晨風力最大，廣泛地區吹強風至烈風，高地唔排除間中達到暴風。星期日朝早到下午會持續有大雨，直到星期一嘅凌晨，雨勢先至會有所減弱。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留意住紅霞嘅動向。今日下午會舉行風暴直播室，敬請留意啦。再會。